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，连续几啊天大水呼吸都无休困，花莲的秀姑乱溪溪水规个涨起来。昨昏有一个查甫人参加飘飘河的活动，煞掉伫咧沙洲的石头顶，加在有顺利救起来。也那气象署讲，今仔日日时啊，西南气流虽然会减弱，不过还是有雨，按说爱到拜三天气才会较稳定。 消防人员坐树林船驶过错漏的溪水，远远的所在有一个29岁查甫人吊伫咧溪中的大石头顶。本来伊是要参加飘飘河活动，却被吊伫咧小姑乱溪沙洲。好佳在救援成功，人救起来岸顶，身体也无大碍。一名29岁男性从事飘飘河活动，在长虹桥上游约1公里处受困于大石头上，无法脱困。 本局立即出动风兵、瑞穗、光复、寿丰并且协同海巡以及空勤一同前往救援。最近中南部地区大雨落未停，唔那是花莲的小姑乱溪、台东太马里的金轮溪，水也同款涨正悬，大水也民族冲倒，民众去山区或者是海边溪边一定要注意，因为若落大雨，溪水涨起来就真危险。 自这个礼拜开始的西南气流造成落大雨，总共这两波降雨的高峰，逐天拢有毫以上的等级。在这两波高峰上大的27点前后累计降雨量，一日高雄的桃园区小关山7站有到1037毫米。8月的日时，西南气流虽然会减弱，但过雨又完是落一个停一个。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是一个断断续续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，而在北台湾的这一带，在中午过后一些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，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发展。所以像是在大台北地区，还有周边的山区，也要留意午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雷雨的情形。那在后续呢，其实西南气流所带来的这种降雨会逐渐的减弱。 气象署讲，8月暗时开始，太平洋高压就会慢慢增强。8日日时，因为西南气流所带来降雨就会减少，自拜三开始，天气就会慢慢稳定，恢复到一般的热天的天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